日是讲到手指公有关系嘅故事，呢只故事按到手指公寫阿妹呀，頭擺啊預計老阿婆唔記動路咧，其實佢聲音當故事，佢冇聲音啦，所以佢是祈禱講啊，希望我做得有一個聲音來陪我過生活。哦，呢時節新鮮聽到咧，新是正經答應佢咧，本佢粒重音，老重音重到哪一度，粒盤呢是生出一類花。哦，等音小改花，花兒當中，是有一隻顏色嘅，什麼呀？呢是係手指公寫阿妹呀。所以老阿婆當翻佢，佢要妹呀咧，佢是好好照顧佢，佢會摘花兒、花盤，幫佢做皮、做面蔥。哇，佢覺得當快樂，唔過有一日，手指公寫阿妹一點上冇，忽然間有一隻上來咧，哦，係蛤蟆阿妹佢，哎呦，呢個手指公寫阿妹呀，讓我安定一下，寫落去。跳走咧，大轉起機解不卡，上愛半機解半機解來呀，手指公寫阿妹呀，他就哭了，當上心機妹解半下嘛，了時節啦，水都有乜解？水都有啊，聽到咧是超過來叫機，老入到拗團個，了係乜解？來機來叫。手指公寫阿妹呀，老佢來走，離開蛤蟆嘅屋企。呢時節啦，忽然間，背來嘅係太金菇啊！哦，你又寫阿妹呀？哇，老佢捉過嚟，所以佢是老佢捉起咧，捉起講，哎呀，安靜，佢本佢食飯咩？是屬於講，好來做我嘅朋友。唔過呢時節，佢大家就是講話了。我的太金菇，還有六隻腳，所以太金菇吃到，哎呦，兩小妹用會上到很奇怪，沒，就把它丟到一般的這個葉子跟花，然後他們就飛走了。結果，兩手指公小妹，她好可憐哦，一個人呢，孤零零的。熱天、秋天狗太累，結果糟糕了，到了冬天，浪天改時節。冇東西食，你行到sem那度，行啊行，很冷哦。第二天是改東西，看到一隻虎哥，曬，咔，用人才嗎？用人開門咧，一開下門，哦，原來係天廚阿婆。哎呀！因為安定影響嘅寫阿妹呀，哎呦，衫褲穿爛睇咧，曬落來我袂安啦。唔過啊，這個外來愛不卡，越聽少變數哦。韓國呢，越講古不愛聽，因為呢，他的眼睛不好動腦咧，也好聽古，所以呢時節啦，寫阿妹就講好。其實啲天廚阿婆不卡，阿婆都照顧佢。天廚阿婆有一個領紗，她的眼睛幾乎看不到，客家話叫盆底廚。佢講，哎呦，呢個是阿妹呀，懂講哦。盆底廚身上上愛塗，呀手指公是阿妹呀，佢冇上愛夾本盆底廚身上，先佢講阿妹夾本佢。愛東好日頭，東好天堂，東好這樣的風景，還有花兒，所以後來呢，其實講妹，唔過天廚阿婆講真的，人家本件係是牛嘢哦，很定人講。後來呢，手指公寫阿妹是講好啦，有一日佢到時去該盆底廚身上該不卡散步，行落地頭，看到一隻人呢。人呢，啲家會冷到硬翹翹，會死體咧。寫阿妹去到用為安菜過，後來呢是為佢做咧，從皮窮肉撈佢改。鋪啲人呢先行嘅時間，忽然一睇，咚，
咚咚，人儿嘅心跳哦。所以人儿冇事的，拿水半句事，拿东西半句事，一切都幾好咧。好了以後，人兒就離開了。幾時問手指公社冇一個，你愛讓我強下離開嗎？唔過呢，手指公社冇一個，天主阿婆按照顧我你也離開，佢天出會當傷心。幾時冇離開？到咧手指公社冇一愛啦，潘提樹先生結婚緊嘅咯。佢知道，我很傷心，我冇想去結婚。忽然間，滴哩滴哩，係人兒來咧！人呢？哇，係人兒來咧！結果你阿爸你愛讓我跳下走嗎？結果社母一直講，好，我讓你跳下去，是安樣嘅。手指公社母一直讓人兒跳下背走咧。人兒突然手指公社母要到幾間屋看，哇！你阿得會當獎當到間花兒，結果我到去找一蕊花兒啦。是老手指公社母要變到一蕊花兒當，一時間馬上出現咧，出現了一個老手指公社母要突然安排嘅手指公社來咗，原來佢係花精靈國王。國王看到手指公社母兒，是要請佢講，你會讓我到大地安詳嘅花世界麼？手指公社母是當歡喜答應咧，佢就從此是過咧快樂嘅生活。呢是係按你節目嘅來講嘅故事，手指公社母兒。如果你遇到困難的時候，要像拇指姑娘一樣很勇敢，好嗎？好。啊，很棒哦！好，呢是今日故事，手指公社母兒，讓你哋分享。天空姐姐。哇，很棒哦！